代表原住民議員的施予新網上網的市政總質詢，50分鐘的時間，焦點攏放在專職的族語老師。議員表示，雖然近年來對着族語教師的地位有提升，不過佇個聘任、教學的質素、甲佇重點的部分，議員認為嘛應該愛提升，尤其聘任的部分是以着學期制，造成族語的老師寒暑假無薪水。年資甲佇勞保攏會中斷，因此提出甲市府來探討。族語老師在寒暑假期間不是休假哦。我們第二個建議就是設置專屬的寒暑假的補助津貼，好確保寒暑假期間族語老師的生活跟投保的穩定性。其實族語老師在寒暑假期間，他並不是完全的休假哦，實際上他仍要負擔教材的編修啊、課程的規劃，還有進修、研習等多項的工作的責任。在寒暑假期間，那我們怎麼樣讓原民的老師也能夠發揮他們的專長，來教導這些孩子？這個部分我們可以來做規劃。至於全國性的薪資待遇，還有您提到的這個投保部分，我們會反映給中央，一起在法規，或者是在行政作為上，或許有一些可以來協助。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一些意見，我們會反映給中央。就算台語甲佇重點的計算，攏是中央來制定。議員嘛以每年將要調升的上加基本工資的調整計算，各式的族語老師一禮拜至少愛21節課，薪水才能達到上加基本工資。不過，單一個學校族語老師一禮拜卻袂用超過20節課，因此議員嘛提出。提高鐘點費，另外佇個寒暑假的勞保、年資中斷的部分，議員嘛建議市府是毋是會用為族語老師來投保意外險？對此市府嘛回應，要看是毋是符合法規，才來研擬辦理。台南新聞林榮根、張碩維採訪報道。